郑蔼玉女士。郑蔼玉女士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，荣获广东省第1届曲艺大赛金奖、第4届中国曲艺节节目金评奖。2019年被广东省文联评为广东省第11届新世纪之星称号，所以是一位非常棒的又漂亮又年轻的一个艺术家。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来有请我们的郑蔼玉女士，她将为大家带来的是乐曲《赵子龙催婚》，有请。
秦經上，皇叔若不從，不必指刀兵來相向。夫人你家難逃脱，周郎客正要提防。請受劉備一拜。